後來鄉親啊，過來是有一個澳洲的男子，叫做 Alex，3年前來台灣做交換學生，結果互甲伊帶做伙一個旅行的朋友，下鳥鼠藥甲害，講下3屆差一點無命。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開庭，傳喚到 Alex 甲被告的女子，這嘛是 Alex 登去澳洲治療了後，第一屆來台灣開庭。涉案的女子妨用殺人未遂來起訴。求刑8年。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wake up what you say to your parents? 情緒中行入法院，互人團包圍。澳洲籍的 Alex 3年前來台灣做交換學生，險啊無命。Do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your ex-girlfriend? Do you want? Alex 態度真輕鬆，伊即擺來台灣開庭，因為伊敢若是和當地的小姐用藥甲頭。請問今天還是不認罪嗎 Alex 今天有來，知道嗎？涉嫌甲頭這個姓楊的小姐，攏無承認有犯罪。Thank you, everyone. We hope you get home. 當去澳洲休養的時，倒佇病床頂看起來真虛弱。Alex 想要到講，甲頭的是伊的女密友，姓楊的小姐涉嫌佇112年3月，將鳥車藥水淋入果汁 ，Alex 啉落去了後開始會吐，伊打算返去澳洲療養。伊敢若是國家頭和這個 Alex 又過入去加護病房，後來發現講 Alex 的手機內底有其他查某囡仔的相片，涉嫌加頭第3擺。意思講 Alex 伊營血功能惡化，一直到因老母發現講有鳥鼠藥的空管啊，隨即轉機轉去澳洲治療。姓楊的小姐被求刑8檔。99% of people I met in Taiwan, it was a good experience. You know, it's just like just one person not good. So. Alex 講起來真好運，命保條。復原了後，講到台灣，共款是微笑的面對。代志經過這一冬啊，為澳洲坐飛機來台灣，都是要協助調查，和真相大白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